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日早起，你敢有看一场现场的连线？对中国寄来台湾的这个对翁仔某召开了记者会，因为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普世价值，所以人主张讲什么，拢是吹十二五无理法。内政部长讲有凭有据无定答，那么教授讲迄个禁止鼓吹战争的国际公约，在国内爱改才有理法。今仔日4位专家各个角度斗阵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高雄科技大學咱的教授羅成忠羅教授。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真理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吳景琴。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國際法的專家宋新英。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咱台灣律師以及美國紐約州的這個律師夏洛林。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首先，我觀眾朋友來了解最新的進展。對中國寄來台灣的網青劉進亞，伊拍片贊同中國愛來武力拍落台灣，移民署下令愛伊出境。那麼今仔日已經是伊最後愛離境的最後時期咯。但是劉進亞無按算要來離開，早起召開了記者會，請內政部長劉世鴻正視到移民署濫權的問題。不過，劉世鴻是甲回應講，劉進亞唔是普通的媽媽。这场军演绝对是迄今为止威慑力最强、最具攻势的演习。也许明天早上醒来，宝岛上已经插满了五星红旗。中国本国网青阿伫台湾刘進亞影片鼓吹武統台灣，互移民署依法廢止伊簽居留許可，10天內愛離境，今仔日是上尾一天。不過伊堅持伊無毋對，無按算要離開，佮去甲內政部頭前開記者會控訴移民署濫權。我的主要訴求呢，就是請內政部撤銷對我的行政處分。那我本人呢是在大陸出生，婚後呢在台灣生活了10幾年。總之，我是非常不希望發生戰爭。我主張的是和平統一。你們大家都說，包括行政單位都在說我是鼓吹武統，因為這個言論，所以要把我驅離台灣。那我呢一直在自己的影片中，並沒有找到我鼓吹武統的影片。我是爺爺的老公，我是因為我出世在台灣，我在台灣出世，因為我曾經對恁的攻擊甲抹黑，我擋袂掉啊。劉進亞法院案講，伊的言論被扭曲，呼籲移民署撤銷行政處分，避免親人分離。伊的翁婿也出面相挺，不過內政部長劉世鴻態度真堅定，講劉進亞不是普通的媽媽。縱觀這幾天的發展，我覺得雅雅這位女士呢，並不是一個普通媽媽。大家可以看到，從法律戰、輿論戰跟心理戰。他這個呢，可以說是3戰齊發。劉世鴻回應講，若是超過時間會強制處分，希望阿會當照原來的行政處分處理，硬要讓翁頂是會出車禍。行政院長杜英泰嘛強調講，言論自由是有界線的，違法行為一定會用上嚴厲的方式來處置，無任何春秋的空間。記者綜合報道。咱今日要用1點鐘的時間吼，要來互大家。雖然咱請到的攏是法律專家吼，但是法律吼應該愛對常識來出發，吼，未離開到常識。那麼首先咱先來看一個事實，就是講這劉進亞伊在這 TikTok 頂頭講過啥物話，吼。首先伊講吼，大陸武力統一台灣已經不需要理由，這是伊講的。希望四川艦成軍。第一功就是收復台灣，也許明天早上醒來，報道上已經插滿了
五星红旗，这我想到我细汉的时阵写作文，我讲希望有一日，在这个新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插着咱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国旗啦，吼。啊，都想起，伊讲哦，想想都让人开心，哦。啊，第4句，那么如果解放军不念同胞之情，真正往死里打，台湾30分钟就变成废墟，哦，这是伊讲的。但是他说你也看到影片，伊的口气吼讲较软，伊嘛无承认，伊有讲过这种相当的话。当然，这认定无认定，这我唔是我的责任，吼大家来自由判断。首先，我要先请吼罗老师，罗老师他都有讲，我拄好请吼3位，一位是行政法，一位是刑法，一位是国际法，啊，一个是美国律师。吼，我先请罗老师，如果你用行政法的角度来看，移民署安尼做，无需要来做其他的这个应用这个法条，用这个办法就可以吗？我解释一下吼，是安怎种？第一个一定要讲的是行政法吼，是说这个是一个行政处分嘛。啊，上座的行政处分是内政部的移民署。啊，伊的法条是啥物呢？其实吼，伊的法条毋是一个办法，伊的法条是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17条到18条。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一个法律哦，吼。啊，法律内底呢，其实咱几个重要的关键字是迄个破坏国家安全甲社会安定，这几个字是写伫法条内底。哦，那后来呢，咱有一个迄个大陆地区的一个拘留许可办法第14条内底，才甲这段的文字才超过去吼。所以说基本上来讲，这届内政部要，伊其实内政部做几件代志。第一个是咯，咱是先废止吼，伫15号的时阵，3月15号的时阵先废止伊这个拘留许可。过来呢，过3天还是4天了的话呢，讲说清理限期入境嘛，这个拢是行政处分啦吼。所以基本上来讲，第一个是内政部的移民署做这个处分呢，它有伊的法律根据，不是办法根据，是法律根据吼。第2点是吼，这边补充的就是说，相对人其实嘛就熟悉咱台湾的法律嘛，所以说伊去北高行停止执行吼。那北高行停止执行，即马大家观众咧会使网上这边拢会看到是北高行的停止执行内底最趣味的吼，无时间看的观众朋友，我大家报告一下吼。第一个，北高行呢，伊去判的时阵，他把3个影片，法官哦，把3个影片当场勘验哦，都是他对主持人讲的迄3段嘛，其实迄3段有3段影片嘛吼，当场看。看了呢，才讲当事人你讲的是在片面之词嘛？你头拄来讲伊足和平的嘛，但是毋是啊？你以前拍迄影片，迄影片敢若是旧年甲今年伊个拢有影片嘛？你讲的口气都毋是你的影片内底口气啊，所以基本上就说你讲这其实怪怪嘛吼。第2个更加重点的是吼，回来法条，法官呢这3位法官认为啥来讲吼？即马咱内政部用迄个破坏国家安全加迄个社会安定之余的话，他说有事实足以认定啊。而且呢，过来讲，以鼓吹战争，这是确认的。所以说，基本上为这个观点来看呢，咱的法官嘛认为讲呢，伊的这个申请停止执行的话，无理由改裁定驳回啦。吼，当然这个还未确定，因为今嘛都是北高行、最高行要个审理啦。还个审理，但是我感觉结果是未改变啦。但是还个审理当中，伊敢就爱被强制出境？因为呢，咱行政法有一个概念，就是你去做法律救济嘛，但是救济不影响咱的法律效力的执行，因为行政法所以不管如何，今仔买房车一定来爱先出去啊啦吼啊！至于说以后的行政救济有改变起来的话，我那个讲啦。但是因为你停止你无成功嘛，无成功的话都爱执行啦。以后要救济再来讲。但是小等我要请教老师就是讲，以后别人若是应用这危害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安定之余，因为这佫无其他的细节。虽然法官认为讲，这个有事实的，你咧鼓吹一个战争啦吼。不过我要来请教吴老师吼，因为他昨咱有讲，今仔日有一位传播学者，伊引用讲，伊这个小等嘛会请宋老师来讲啊，讲伊这个国际公约内面说。你也反对违反，你反对这个鼓吹着这个战争的行为哦，是袂使。但是国内的法无，你就要修了，才会当人法。安尼敢对？但是就这个
咱这个罗老师所讲的行政法，不需要安尼啦，就直接就当作为行政力的这个判断。老师安怎看？咱先来看啦吼，就是讲吼，这个咱先要区分讲本国人、外国人、台湾人、中国人嘛。好，吼，人权的保障啦，也无身份证嘛，吼，伊无身份证嘛，吼，伊对方的嘛，吼，这是咱第一爱想的啦。过来第二个就是讲，咱先卖讲伊是毋是对岸的，咱讲就是一般人，咱讲一个讲，咱要武统，咱毋是干那讲要统一尔吼，咱进一步讲，我赞成大陆用武力，用什么四川舰、福建舰、什么舰，万箭齐发，来鼓吹这。咱会想吼，即马这有犯着刑法无？咱想着咱想着就是讲第一点就讲，这是毋是咱有一条叫做煽惑犯罪啦？煽惑他人犯罪就有这条无即马问题就是讲，咱讲有当时你讲迄危害国家安全的，这是足不确定的。咱有一个层次性啦咱就上简单想一个问题。然后有一个人讲无管是倒一国人台湾人、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来伫台湾讲这种话我问主持人是嘴炮的程度比较多，还是含金量很高的武统？老师，这我无法度判断，所以讲，因为我不是咧想调，因为我知影在美国有一个判例啦。一个同学伫学校讲，你唔通来学校，我明仔载要邀请甲大家写。迄个孙安佐啦。我要甲大家写的这，所以讲你这么问题就来啊，就是讲你摕这个邀请去扫，甲讲我鼓励大家爱迎合爱鼓吹大陆用武力来统治台湾，这是单纯打嘴炮，还是讲真正会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你若讲我的观点，我是认为讲这就是嘴炮成分多啦。除非讲也壁有一个组织，还是有对岸资金等等等，迄个当别论。那目前看起来这种的啦，这种的我看是含金量很低啦。所以讲无甲煽惑犯罪这个程度啦。你讲你头拄仔讲的迄美国迄以前迄孙安佐嘛，迄恐吓公安嘛，那你讲这有恐吓公安的问题无？因为这个是不确定，什么叫做公众安全？有的人认为讲这就是一个小屁孩的言论，有的人认为讲这个唔重要，尤其是我讲孙安佐这个案件的差别，伊为美国改这么重，国改驱逐出境的一个原因是有差着安怎？有武器啊，有去买武器啊，甚至伊嘛有去家己去拼装武器啊，个别了你印象啦所以讲你讲唔讲无管是什么煽惑犯罪啦还是我讲啊，都算讲有这个罪，咱台湾人足低啦。2年以下啦，所以讲目前咱讲什么要鼓吹犯罪啦，什么仇恨性言论，你若讲有一条白纸黑字的第一刑法是无的啦，你讲有针对唔是刑法，你讲行政法这边他拄仔罗教授伊有讲啊，咱目前针对对岸。对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迄内面确实危害国家安全，迄确实有。你讲这种的伊讲这种言论你讲我听起来无啦，大家感受无共款啦。是啦。我就是感觉讲，这都一个嘴炮。老实讲啦，若无这个无人要去检举，有这个字，我唔知这个人是啥。就早最近什么 ND 啊、安宁啊，什么，你什么网红老实讲啦，你若无安尼，大家就是唔知啦。所以讲，这就是层次的差别。即马大家两面人关系，他都罗教授会跟我讲了嘛，就是讲咱要做差别的对待无？就是讲人权的保障的起跑点要共款无？因为台湾人讲这种话，咱袂使甲什么，袂使甲驱逐嘛，对不对？是嘛，因为伊是大陆人嘛，咱即马讲要想一个问题，咱一个美国人踮台湾讲甲伊共款的话，咱要安怎？哭跳啊，是不是会哭跳？所以讲就是讲，即马这个那单纯看这个案件刑事上是无什么违法啦，看起来最高行政法院嘛未推翻啦。不过我要强调，这是一个停止执行伊唔是针对这个废止的处分去赠送伊后壁不过不会腐败，因为这无去议啊啦，
哦，因为今日买房车一定爱走。后壁迄什么救济，我感觉意义拢无大啦。无得卡变做就大家真正会当讨论啊。宋老师，我想两位专家都同意哦，这个是刑法的话就要有法律依据，但是因为现在涉案是因为所谓行政法，它是依照两岸条例中间的，它是经过特许的长期羁留，然后主管机关认为它有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之余。那这个的确是比较空泛，好，没有错。那主管机关认定，通常法院会依循。所以现在是因为是外国人驱逐，撤销他居留许可的这个规定，那他就必须离境，他并没有涉及刑法的问题。我想这两位专家同意啊。但是我有一件不同意是说，很少这种真实世界很少武统言论是纯打嘴炮啊。即使以刘正雅的言论，他的讲话是什么时候？他讲话是联合利剑2024A 在演习的时候哦，然后他是不是跟着演习讲？他说明天希望看到所有宝岛插满5星旗，所以已经有不太是纯言论，绝对不是纯打嘴炮哈。另外一个是比如说张安乐的情形，统促党的情形。他说我主张武统，我主张武力统一，我主张统一哈，但是呢，我不排除政前起义。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做某些，比如说帮他组织，然后赋予执行的情形，或是煽惑军人不服从命令。所以在真实世界的武统言论很少是纯粹打嘴炮。今天还有呢，讲言论我们要看他的地位、他的影响力。美国人因为美国没有要武力统一台湾，所以美国人讲武统台湾，他除非是跟着为中国合作，那这个人可能有一些影响力。但是中国人在台湾土地上，为了配合中国演习的时间讲，说希望宝岛，希望这个往死里打，这就完全不只是打嘴炮了。所以我们判断言论的这个威胁性哈，要看这个人的地位，他讲什么内容，他讲的时机，他为谁讲话，这些都要考虑进去。我其实我感觉三位拢讲啊真有道理吼，但是我一个相识啊，就是我叫阮少年的这个。阮的同事来问啦，讲如果吼你来讲洗厝，洗伫这厝头因兜啦，啊，结果吼，这个厝骹吼，就讲这厝吼是我租厝，吼，你就已经吼爱还我，啊，大家啊斗阵啊，我若无食，我要联合外口的人，我要甲你拍，我要甲你吓，我要甲你创啥？啊，这。敢可以？你敢会当忍受讲？啊，是自己教人甲你加，用加就好哦，莫甲你吓，甲你加就好。啊，自己教人啊，佫有配合讲，即个无人机踮咧顶头飞来飞去，啊，敢若迄个护身网啊呢？啊，但是我嘛知影讲，啊，这啊，你就无，我头下就讲啊，找12.5无理法啊。啊，是爱行政法去处理，还是法律来明定，还是国际法、国际公用呢？我在线顶吼，要请咱的小罗林吼来甲咱讲看卖，在美国是安怎处理这个言论自由？我知影美国会当烧国旗啦，烧国旗啦，敢若啥物拢自由啦，敢是安呢？若是伊若是共产党员呢，敢会使？还是安怎？来，律师。这言论自由吼，其实有一个限制，嘛是有一个界线。上出名的例就是1919年，所以就已经超过100年前，有一个霍姆斯大法官，大法官伊就是就是有一个案例出来，讲吼，若是有明显，还是讲立即的吼，就是讲就要紧的危险，安尼就是无伫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内底。即摆已经过100多年后，就侪案出来，有交新闻自由拢有相关系案例有出来。基本上即摆法律界大家会讲的几个范围，讲言论什么款的言论无受到保护。伫美国的共识 common sense 是讲，比如讲色情，还是讲你讲谎话，就是做伪证，你讲白贼话叫你若是暴力、煽动、恐吓，叫无共的法律内底
譬如讲，阮做律师，还是讲你做医生，还是做治疗的，还是做文员，你因为你的身份，你会受到你的限制。所以言论自由毋是无限制，毋是无界线，只是讲这个宪法的保障，你爱用正当的法律程序。比如讲，你若是要管要限制的时阵，你爱用法律来规定，互人民还是讲限制人，伊爱有好的程序、好的通知甲好的保护，伊会当比如讲 appeal， 会当申诉，会当上诉，会当异议，这就是规个一个保障。头拄大家咧讲，美国有做侪案例吼，我是感觉大家有甲两项代志，该谈做伙。言论自由的保障是讲，你袂因为你的言论、人身自由还是你的安全受到影响，除非你若是有超越刑法，你有超越宪法，你就犯那个刑法，比如讲台湾的宪法是305条、135条等等。你若是无到宪法的程度，你敢若讲一寡无好的话，比如讲你在台湾，你若是讲侮辱公然侮辱，还是讲你骂人，有的时阵嘛是拢爱犯嘛。那你无到迄个范围内，你的言论拢是自由的。你袂因为安尼，你的自由甲安全会受到伤害，还是讲侵害。但是即摆大家咧讲的，其实是无共款的代志。移民政策是行政政策的一部分，移民的政策毋是宪法上要保障你的权利。一直以来，因为你看大家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为什么移民政策的第二差？因为这是因为咱即马国家的变化、国防、国际安全国际局势，还是讲我有要譬如讲我要大量申请移民入来，还是讲我要限制保障国民工作权，我会有做一寡限制，这是我行政上的一个管理，不是宪法上的管理。所以我譬如讲我在摕绿卡，我毋是公民，我袂当去主张讲。主张讲，我在美国，我有留的诚大的自由。你爱互我，一定爱互我居留权，你爱互我绿卡，你爱互我保险，你爱互我所有福利。我毋是公民，我无这款的权利。即便是公民，你的人身自由、基本自由权的保护，无包括你的居留权甲移民的政策。所以。即马即个总配即个代志，为什么是行政权？因为这是行政权的裁量权。我是感觉较无彩是，台湾咱即马有大量的即款外籍生的时阵，交一寡规划的。在移民法规上，因为《两岸关系人民条例》一个特别法，无对移民政策做一个较全面的，大家拢较公平的。一个规范甲通过，比如讲，我在美国，我拄到一个足侪中国人，有的合法入来，有的无合法入来，伊拢足惊凊彩去用这个美国加州的保险。伊讲我若用白卡吼，我安尼到时申请绿卡是可能会互无准。我拄来的时阵吼，佫定定有接到一寡问题是讲，迄阵在疫情前，就流行来美国生活吼。大家拢会甲你讲，美国互你 visa 入来，但是海关吼有绝对的权利，会当看到你安尼亲像买来生，我会当负责你进入，还是讲发现你讲话安尼怪怪，有一寡暴力的情况，状况的时阵，伊会当就咧海关就负责你入来，所以你入来一个国家，入来一个所在，毋是你宪法上的权利。所以大家有两项权利解，我是感觉我小可咱做伙，即个叫你去一个公司，还是讲去一个处，你申请一个通行证，你通行证参像阮美国，我去加州，我申请一个 Google 参观 Google 1天的通行证，过一期我就爱出去，我袂当讲我老公还在里面，我因内底工课，所以你一定爱互我，无即个权利嘛。
因为迄是伊的权利，伊无限制我由人身自由，嘛无限制我讲话的权利，嘛无甲我抓去关，无罚我钱。其实伊无伤害我的言论自由，所以我是感觉大家有小可着这两个，咱做伙啊，无分足清楚，因为大家看美国的移民政策，就知影讲移民是完全是行政裁量权。小罗，我要加问一项问题啦，就是讲，不只是移民政策，美国对着外国人，甚至在境外的犯罪，根据我所知啊，有一个案例叫做 Artec， 伊即个反托拉斯法甲行贿罪，但是这个法国人，伊落地的时阵就叫人逮捕，伊是用美国国内的法律，伊嘛有用这种方式来甲处理外国人嘛，么相对来讲，那么美国过去敢有一种案例来处理讲，无哦，你来遮，你到我遮，啊我唔拿甲你 expel， 甲你送出去啊！你在遮危害我社会安全，我甲你判刑，甲你创啥，甲你关，甲你罚钱安怎？敢唔是安尼？这是其实一个全世界法律体系拢有这款的代志，讲你若是咧行为地，还是讲牵涉一寡咱国际司法，毋是迄个 judicial， 就是讲国家甲国家之间，还是讲即款 jurisdiction 甲 jurisdiction 之间，咱要审判的时阵，有诶引渡嘛，像就迄个孟晚舟吼，伊是对加拿大，你若是讲你有事实犯罪的事实。那你若是来美国，还是讲用引渡的方法，你入来当然是爱审判。但是你若是讲即马拢无到犯罪的程度，嘛无准证讲美国的政府，我一定爱互你入来。你若是我有拄到一个中国的绿卡的一个阿嬷，伊就来伊甲我讲，伊讲我即马入来拢爱去墨西哥踅一年因为有一届，因为我是用政治，我是用宗教庇护，摕到绿卡，我就讲因为我信基督教，伫中国互人迫害，有一届我入来的时阵，伊就问我讲 ，Do you know Jesus？ 伊就讲袂出来，伊就这个海关就讲，你真的是不诚实，等于说你的整个政治庇护的案件是就不爱入来，嘿啊，伊就讲不爱互你入来，所以这是伊的管理嘛，因为这是你咧。你咧维护你这个国家，还是讲你这所有权领土权限内底，你的经济、你的安全，叫你迄福利设施有没有排挤，工作权有没有排挤，这每一个国家拢有政策啦。所以这叫片坏人权是两项事吧，这是我的看法。是，我要请在座三位来回应一下。第一，这人权有所别。唔是普世，拢各一个所在拢共款吗？必须爱拄着国家安全的时阵，有当是爱以国家安全为要先的条件，是毋是如此？就行政法来看。头拄其实林律师讲一个重点我搁整理一下其实安尼入出境的管理其实伊是足行政裁量足大的相对之下，咱的法院伊的司法审查密度较低。所以每一个国家拢共款，什么人要互你入来其实伊有伊的政策的。搁有一个你入来了后咱有一句台语叫做入境随俗嘛其实迄个俗爱改叫做入境随法啦每一个国家的底线无共嘛你莫去讲大伊的底线嘛。我讲一个例嘛，你去泰国，你会使讲伊的米无好食安怎讲，但是你一个人袂使讲，泰皇你袂使讲的，你讲的话你试看觅嘛，迄是伊的底线嘛。咱去北韩观光了。你都不要问候金将军嘛，你问候金将军，你都下场就不好看嘛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底线，所以说讲一解说，咱即马讲的唔是人权，唔是普世人权，是讲入出境的管理头拄律师都讲过，说咱的行政端有伊的裁量权我讲补一个，咱台湾其实。这款的雅雅案是特例啦，咱上大的例是结婚啦，基本上呢，足侪人的因为结婚要来外国人嘛，结婚要来台湾居留嘛，咱的移民署就会做访问，做讯问。调岗分别来问。奇怪，你讲的结婚的仪式，甲伊的讲的拢无共呢，有没有办公开仪式？向来讲两个拢袂搭吧，所以说咱足侪这个例之下的话，咱都说，咱就驳回啊。
哦啊，这个东西是每天在发生的哦，不是今天才发的嘛。当然，雅雅这个例吼是比较少，我今嘛无看过说用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定用这条甲人出去的啦。但是基本上吼用其他条文吼来管制，有啦，过去有一个学者。有一个学者在鼓吹武统有无？有一个学者，不过伊毋是依亲啊，伊毋是依亲，但伊都无入境啦，目而且可目的啊，较少啦。基本上规个第一个不符许可目的，比如说我国人你在家读册，你跑去打工，迄都袂使啊嘛吼。所以说这款案足济，所以说一再彰显说，其实这是一个主权行为嘛。所以咱伫行政定司法的第3条内底就讲说，基本上入境的这一些的行政的这个事情的，它的程序事项，它不用照行政程序吧？其实咱的20年前，罗老师，我要甲你问一下，啊，你会认为讲啊，这跟他吹咧讲啊，尔无遐严重？对，这其实我补充的就是说，咱今嘛的法律的设计是严于待他人。宽于利己，什么意思呢？对台湾人来讲，吼，你即马假设这些人不是雅是台湾人的话，基本上你即马要炒法条，吼，我们不可能去他入境嘛，对不对？啊，你要用行政法去罚，还是用刑法去处理？吼，说实在，你要扣法条不好扣啦。所以说，不好吹，真正不好吹啦，吼。但是，阮前摆可能会讲啦，吼，但是。今仔日你是外国人讲吼，因为我们严于待外国人嘛，所以说这一些入出境的管理，拢找到法条用一条，但是你爱改无？但是我讲一条其实是就歹，是安怎呢？咱讲违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甚至咱以前讲有什么社会秩序嘛。对按行政法来讲，这叫做高度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空的嘛。所以基本上行政权力好那么大的认定了，一讲是就是，一讲是唔是就唔是。其实安呢，其实有碍于人权保障。就爱改无？爱较优柔的啦，吼写较优的吼，咱下面叫做国家安全、社会安宁的话，你以后修法的时阵，咱甲写较优的，但是甲这条案无关啦，吼。如果以后咱真正这条案会定下来发生假吼，咱呢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立法机关的话，就说我们怎么细致这部法律。他说李叔公呢，比如说咱关于移民法吼，咱到目前为止台湾无一个很全面的。外国人跟中国人。太古无共款，是，但是即便说扣掉大陆人的外国人吼，这得没有很细致的规范呢。所以说他做了讲说啊，今仔日你不能讲赶快的为咱那边要处理嘛，吼，迄得其实法制上爱一些细节，法制是要更前的嘛，更前就是说你规定才是有路啊，袂使讲一句话社会安宁安尼都过去，这块是50年前的做法啦。50年前来郭老师，我先讲，我会强调我头拄啊吼，迄个区别，咱的宪法当然嘛是保护本国人。哦，这是宪法的观点嘛，吼。啊，不过咱来想一个问题，咱2009年不是签一大堆人权公约，迄叫做啥？人权公约哦。啊，人权公约意思是啥？伊有咧分本国人、外国人无？你加这个入来了，你就马上爱想一个问题啊。吼，当然啦，咱对本国人啊保障一定是最严密啦，这无问题啦，吼。优先嘛。啊，过来对外国人的，外国人咱台湾即嘛吼爱搁甲区分哦。区分为非中国人加中国人，吼中国人咱要区分哦，一种的是啥？有来依亲的有居留权的，吼像即马这个雅，吼另外一种是安怎？是迄个针对单一目的的，哦，你头拄仔讲的迄个学者啦，单一目的的，是观光的，哦，这单一目的的，一来可能几工就一定爱走啊，吼有第3种就是非法的。OK， 非法咱莫讲啦，吼。好，咱基本上就是讲吼，咱人感觉讲爱有区别啦，吼。这个非中国人的外国人甲中国人，这两个有区别哦。还是较一个较悬。即马老掉大头看着，即马看开是取得国际要件就无共，迄要件就无共啊，迄就无共啊。过来就是讲，同样都是中国人，不过伊若是像。唔是单一目的的，来观光还是来做学术演讲，什么这种，就是讲像这个雅安尼，咱的保障是唔是甲迄个单一目的的迄种的，可能还无共，咱来思考这啦，吼，这是第一点，我就强调，我就一解讲，过来就是讲吼，他拄啊罗教授讲得真好啦，爱较油的啦，我真正讲爱较油的啦，无管是这个内政部啦，吼，还是这北高省的这个裁定，我感觉拢爱写较油的啦，我先讲。这个内政部就对啦吼，内政部因为他拄啊罗教授讲啊嘛，即摆这个第一个迄个授权的依据，咱讲吼，咱最近几号的迄个弹劾甲言论自由有关系吼，拢强调讲，伊是无关心你是本国人外国人啦，就是讲言论要受最大的保障，你都爱什么？
你得爱法律要明确性，这点最重要的嘛。啊，即摆问题就我是讲的嘛，啊，都不明确嘛。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老师，这我拢真理解啊吼。啊，但是这社会情绪啦，还是讲我用最详细的这个想法来讲，你嘛拜托，你一日甲人讲甲安尼，你嘛，互我少用者。如果若是你安怎甲讲？我先讲内政部这，我啦吼，按照当地人我讲啦吼，我若是内政部长，你若内政部长，我若内政部长安怎？第一个就是讲吼，这个办法吼，虽然有法律授权啦，啊，毋是上定的，内政部定的嘛。毋是我。内政部定的，对啦，名义上是他要发。是导游，对啦，头前定的啦。好啦，啊，这个办法吼，你定的，啊，你家己做处分吼。这个本身吼，你人就会有一个嘛，要讲嘛，袂使讲球员兼裁判啦，就迄个嫌疑大的迄个啦。啊，过来有头出来讲啦，吼，啊，过来就是讲第二，你的申诉程序上面吼，你是毋是迄保障较严密的啦？啊，因为即摆吼，你用办法吼，内面就袂写做详细啦，顶多用行政程序啊，讲叫伊来一个陈述意见啦。啊，你来陈述意见，你会使带律师无？会使无？伊有甲问，伊有甲讲，你有要带律师无？啊，叫伊。啊，毋过这都要法律明定嘛，啊，伊无带嘛。无，我有听迄亚大，伊有甲问，对，伊有问嘛。啊，我即摆是讲，啊，你至少要法制化，吼，法制化嘛，吼。啊，过来就是讲吼，这是程序的问题，啊，个实体问题谈到什么国家安全迄种，因为吼，足早咱在445号就会针对迄基优法里面讲主张共产主义吼。以前是只要要求两边明定的哦，袂使主张讲迄违宪嘛吼。啊，就是讲回答我那个问题啦吼，就是讲咱对于这个好用言论自由保障这点，咱吼若真正讲吼，要用这个理由甲赶出去了，甲废止一些剧量甲赶出去，啊，至少在程序上咱做较有的嘛。啊，你法律就像怎罗教授讲的嘛，咱修较有的嘛，安尼人较袂提出来讲啦，安尼啦。哦，所以但基本上你也认为讲，伊安尼敢若好事啦，你一日甲你讲这，你听，我是咱无这大部分人听到烦嘛，对不对？刚讲你来说安尼啊，吼，啊这个这什么这官庙讲啊，对不对？有这种感觉啦，吼。啊，毋过吼，这就是讲老实讲啦，你若无这个代志，我真正毋知影这个人是谁啦。系啦，吼啊，所以讲，咱即摆出来啊嘛，啊，我听了嘛，全部无爽的啊，我大部分大人听到安尼段嘛袂爽啊，啊，咱即摆是毋是讲，迄个袂爽，迄个感觉，大部分人袂爽的感觉，就是违反国家安全啊，社会秩序。嘛，袂使一支还来一支油烫啦，吼。来，宋老师，主持人一开始讲说法律不能脱离现实，哈，容我讲一下国家安全。是。各位就知道刘正雅的言论不是只是单纯言论，他也不是，我知道大家不喜欢。国家安全这个定的不明不白，这个大帽子叫限制人权，我通通理解啊。台湾有威权的记忆，所以大家不喜欢。但是各位必须要认清一件事实：现在中国对我们的威胁跟戒严时期是完全不一样啊。戒严时期我们是遇到这个威权政体，好，对于人民的压迫、压制我们国内言论自由。现在我们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他要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要侵害你我的生命跟财产，还有我们年轻世代的未来。就是这么简单。那各位如果去看，现在是说内政部长说，这个雅雅不是普通妈妈，她其实有3战，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我们现在直接跳到言论自由，然后讨论，好像我们的法律有欠缺哈，或是我们内政部有做过度的这个侵害他权利的事情，其实有掉到一个陷阱，就是去凸显了他的主张，跟凸显他受到了压迫。可是容我破解一下，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言论其实不是言论，他的言论正好跟中共官方口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那是中共国家机器数十万人每天在做宣传，透过 disinformation 假讯息，透过大外宣，透过艺人，透过压迫我们的艺人，每天在做的宣传就是台湾没有抵抗能力，台湾国军很差。中共如果有什么样打过来，我们就赶快投降，甚至有泛蓝的人士哈，不管是马英九说的这个武统，就是说这个首战及中战，或是连胜文说的这个身首异处，这么多的管道散播中共的官方言论，雅雅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言论。还有正式一点，它跟我们共同体的形成一点关系都没有。我问你哈，我们台湾人有没有在讨论说，我们如何来接受中国统治？我们要定什么法来接受中国统治？我们有这样讨论吗？没有啊，这根本就是 alien 了，这是国外东西，这是中国的东西。
好，因此为什么公约上20条第1项主张说，任何鼓吹战争之宣传应以法律禁止之？宣传是不是言论？是言论。那为什么公约可以禁止？因为它已经不是受保护的言论，它是因为国家机器有系统的用大量金钱跟大量管道在放送他的政治意见，然后他除了这个宣传，还有就压迫其他的言论，在言论市场上淹没其他真实的公民的言论，而且是侵害本地的言论自由，所以这个时候应该禁止才有我们的言论。如果今天大量我们其实台湾的言论已经不受管制，大量中国的宣传在我们这边横行无阻，其实对我们言论自由是个伤害。所以老师你他所讲应该依法律认定制，所以也就是讲，其实到目前为止，老师你的观点是法律已经有啊。那如果要用刑法，那是要定一条刑法，但是有一些刑法。我们有一些刑法，比如说散货罪，散货就是言论，但是散货有这个煽动别人犯罪、煽动军人不抵抗、不实行职务，这些也是言论，或是像沙勒律师刚刚讲的所谓公益，如果是你是妨碍市场秩序，比如说你在电影院中间有公共危险，说着火了，大家就会推挤压，或是在这个股票市场中间散布不实言论，这些是公益这些都有法律。那现在就是鼓吹战争这条没有一个明定，但是有一些相对，比如说煽动军人不抵抗，这个就有可能构成。我是刚刚讲过，发展组织啊什么都有可能插到边了。爱个修个技能条啊？那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正好没有用到刑法，而且我们现在似乎只是在做第一步，就是画一条线。画一条线是要请大家思考说，在台湾自由民主土地上有没有这种言论存在之空间？它如果有，是为了什么保障它？是因为他像马英九说的，就是因为他从小受教育，所以你要尊重他的这个人格表达，他要表达就表达。那我们去用其他言论去盖过他或争论，这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到他可能是一个有配合体系性的大量中共言论在淹没我们言论市场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要考虑到说，他对我们民主体制的政策形成有没有帮助，是不是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那我就会说，它跟我们民主体制是完全不合的。为什么呢？它的内容就是说，你没有选择权，台湾人民不能自己做决定，台独是危险的。我们现在就是台独。拜登说台湾是独立的，我们自己做决定。他硬要扭过来说这个是危险，一定要改掉。那你要接受我统治，才有台海和平。这个就是完全否定我们的人性尊严，跟我们的言论自由，跟我们世代的未来，跟我们生命权的威胁性，它在我们民主体制到底有没有立足之地呢？这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对，所以老师你讲得真好啊！我还是要问一句，就是说，咱来思考了后，有法度用法律来做一个评定，讲这个范围你袂使安尼讲，你必须要安全。你上无，你会使鼓吹统一，但是你上无袂使讲武力。我感觉。我觉得现在赖政府似乎是要准备我们国民去面对台湾的安全威胁，因为假设发生战争，我们需要一个很强悍的共同体的凝聚力。那这个凝聚力必须要有一个共同基础。那现在这件事上，社会还有意见，似乎还在形成。但是我只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战争的时候，如果2024利剑 A飞弹真的打过来，这种言论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是有没有伤害，有没有实害？你就知道从危险立刻就变成实害，对不对？所以赖政府有没有理由对他做一个处理？当然有理由，为了保护我们Charlotte说的我们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公益哦，国家安全是你我的身家哦，不再是威权时代的虚幻，为了压迫我们的哦。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要面对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需要，跟我们未来世代的需要，要为它来捍卫。那现在政府要希望形成共识，画一条线，那社会来讨论，像我们今天讨论，希望大家共同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像德国或者像法国，德国就是纳粹的这个不能够，因为什么？因为唤起太多记忆，因为那个就是残害600万犹太人，你要重复嘛？当然不要。法国为了这个 religious 宗教的这个多元，它是不准你带这个
回教的头已经出去了。为什么？就社会多元，免得发生种族上面的争执。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自己形成自己的言论界限。所以今天大家在批评的同时，你要想象我们希望的台湾是怎么样？是言论完全不受控制，包括现在非常真实的中共的宣传言论，你要它横行无阻吗？还是说要画一条线？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老师，我给你几分钟，我马上我下了。谢谢。其实咱台湾吼一定拢重视个案啦，啊，同案的问题吼，咱即摆讲的唔是言论尔吼，足紧的。以前台南有一个庙叫做五星旗庙，迄个庙拢插满五星旗，然后后来吼咱甲拆掉，但是拆掉的理由是迄个是违建。因为黑个是农业用地，袂使起标，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悬而未决啊嘛。请问我们在台湾有没有悬挂五星旗的自由？今天咱去越南的杂货店，他会放个越南的国旗嘛？咱刚刚 OK 啊，但是谁让你给你看起来五星旗也还穿呢？但是这嘛法律无规定啊，所以说不只是言论而已，就是说咱有规个清楚，对于外国人在台湾的行为的话，如果外国人还要再分中国人跟非中国人的外国人的话，我不要紧，但是咱做较优柔的，然后最后第三层日时，那台湾人做赶快代志的时阵，要安怎处理嘛？就是说我们在公司，我们不在乎个案，我们在乎的是我们要有一套细致、较优柔的制度啦。袂使安尼讲哦，国家安全社会安尼一条安尼法律就用50年，通到底啊！安尼是真的是就原始的。从过去、现在、未来。来，我请线顶这个小路，拍摄来请。我头拄好中间迄个是罗老师吗？我有小看一个要澄清的吼，要 clarify， 就是讲宪法上的人权。虽讲是伫美国，言论自由、人身安全，也是讲你这基本的上核心的上内底，这是 universal 的。对本国人、外国人拢是共款，但是对外国人有一寡宪法上的权利你无，譬如讲选举，譬如讲你袂当选总统，你袂当互选举，你袂当做联邦的公务员，吼，啊，搁有一寡参像这。你袂当讲你要求你一定爱互我绿卡，一定爱互我公民，这你袂当要求。但是言论自由，就是因为这是国际的共识，由国际公约的进行，这是 universal， 对本国人、外国人拢同款。所以我头拄要讲的其实是，咱无侵害雅雅的言论自由。伊是咧讲，你讲伊以后会当申请。来台湾旅游袂使，咱来讲要发签证，互伊还是讲 visa？探视，伊会当有探视，伊有人身自由给我们受限吗？无，我若无该关起来，无该判刑，无该犯罪，所以伊的言论自由是受保障。但是因为伊这款言论，那是在这安怎讲？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甚至你说反渗透的需求，而且公力有严重。比如说国防，还是说整个那个防卫的这些需求，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行政上，我这款的人一个公民的权利，你已经有的，你无法度嘛？你讲，你是第一个要澄清的，都是讲宪法权利有言论自由是有的。第二项我是要澄清的是讲，我同意两位老师讲的，移民法一定爱较有，因为这要做行政的裁量。你爱有个正当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of law）， 你爱规定一个较严。第三项，我要赞成是中间这个老师讲，对美国对本国人对外国人，咱拢爱遵守这个国际公约。为什么？因为这两公约，即马已经互立法院通过，在马英九总统时期就通过。马英九总统时期2009年通过之后。伊是有国内法的位阶，伊内底20条讲，鼓吹战争跟武力的行为，你要用法律禁止之，伊无限制讲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赞成讲，咱即马因为台湾看到有这个国家安全、甲国家安全、甲国家利益的这需求，咱对于讲譬如讲一寡军人，还是讲一寡公职人员。你袂当随便去中国，还是讲你袂当带机密过去，这拢是对你的言论自由、交你的人身安全一寡限制。但是即马咱若是有这个需要，咱若讲即马台湾虽讲是台湾人，你嘛袂当宣传武统。这有一个分别是，你会当公开，
你从小念教科书，你教马研究，赶快讲统一我，你讲教美国统一，你教日本统一拢我紧。但是你若是不管你是倒一国的人，我保论你，我保障你 universal 的言论自由。但是你的言论，不管是你是啥物性的，你若是讲要用武力来人拍，你嘛追梦是台湾人，而且若是有组织的，是经过渗透的，影响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依据宪法23条，咱就是应该要有更较好、更全面的法律，连台湾人都爱管，这是我的看法。安尼就是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因为这国际公约，伊讲爱用法律来禁止，咱就用法律来禁止。Universal 的人权、言论自由有保障，国家利益也是嘛，也是爱国，这才是 balance。所以这寡暂时的言论，譬如讲。即马有人讲，我在美国听过一个谣言，我的朋友讲的，中国人甲我讲，美国撤侨了，从台湾撤侨了，我听甲足想，我想讲，哪有可能有这款的代志？但是有一个时间，伊准备要对台湾什么物件啊，用一寡网红大量的散播假消息，说赖清德已经坐飞机逃，这个已经哪里什么失投，这拢是假的。要你投降，要其他赞成这个混乱，这款物件，以美国的宪法的我讲法庭的案例内底嘛是有讨论。这款物件为着国家安全跟公共利益，咱讲会当容忍甲无限制，这是袂当的，所以这是爱平衡的。美国已经发展100万年，我是感觉足无彩的是，台湾是全世界。被渗透最严重，是大家美国人、外国人、英国人讲，全世界上敏感的所在，上从中国渗透上第一名的所在，咱拢无这款的法律，无这款任何的限制。讲这国际公约20条，伊讲我举一个，你在学校内底，你讲有一个恶霸讲我要来提枪拍所有的人。今嘛学校讲，我要把你赶出学校。今嘛跑去镜头前讲，我就可怜我的权益。咱来讲，要用法律禁止鼓吹暴力跟那个武力的言论，是要保护谁的人权？是要保护无讲这款话的人的人权，不是要保护迄个犯罪，还是讲唔对话的人的人权。每一项代志你做法律就要有效果。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咱爱有法律保留原则，所以我赞成台湾移民法交、反渗透法交、反对武力的言论，这是爱用法律规定到更较有、更较清楚，这是我的看法。法律保留原则吼，因为刷来剩5分钟，我请在座3位哦，真简单的时间来，请罗老师。所以其实真的很赞同林律师讲的吼，就是说。这个案吼，其实说不定爷就是明仔载就无伫台湾了嘛吼。但是咱就来说，未来佫有侪更多的爷，而且这些爷呢，可能是大陆人，可能是外国人，可能是台湾人吼。出现的时阵吼，咱要摕什么法律来对应？咱的法律吼，这个时候不准备无去整理的话，其实咱的未来处理会愈来愈唔是迫在百出啦。嘿，是来王老师，这个鼓吹吼，这个战争吼，是不是爱入刑化啦吼？这我画一个问号啦。他拄仔你有听有道理，毋过就讲台湾是渗透上严重的所在，咱即马佫活甲好，表示安怎？体质好啊。所以讲，我是感觉对你要哪解说？因为我自细汉就规工就是但阮囝无一定体质好啊。好啦，这有好无好，大家去想啦。我想讲。你若要甲这鼓吹战争入刑化，直接入罪到刑法，我有一个危险啦。什么叫做鼓吹战争？我和平统一，我若无把和平摕掉，还是像马英九的咱的公投什么有诶无诶，这是毋是？这大家想。过来就是讲我嘛是强调啦要有区别。毋过要哪区别？这个权利的保障的差结到倒位？因为是即马这就这这种情况。伊是依亲，伊是依法有予伊拘留权的。这种你要甲赶走的时阵，咱的程序因为即马是行政机关做处分嘛。未来若要真正要较有的是不是第一关都由法院来处理啊？
啊，大家较无会讲啦。哦，这若是去立法院吼，可能还佫真久。换医啦，我换医不宋老师，言论是有效果的。好，如果言论有造成危害或是实害的，那就有可能要管制言论。要支持武力侵略呢，它有3点，它不符合国际价值，因为它等于是要强凌弱、大欺小，它不符合维持现状，因为台海的维持现状是全世界的期望，包括美国都期望。那如果台海不能维持现状，美国是可以来干预的。那你如果认为说台独才是危险，那就表示说其实你就是要叫美国不要来帮助我们。它也不符合台湾民主，因为它是否定你我自我的决定权，它要用强迫、威胁、用暴力的方式要我们放弃抵抗。所以这个言论本质上面是可疑的，它其实在民主社会上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哦，所以但是上后尾我是要请教罗老师吼，你这真乃是反信套法啦、代理人法啦，这个目前即马在立法院，咱即马无代理人法，无代理人法，2020都有啊，但是咱的国安法嘛修，这几年嘛修2届啊。但是咱的反渗透法很弱，是啊，其实就是其他的法条都以后加重刑责尔，一个真的名看起来就威猛的，但是基本上效力很弱。到即马3件啦，叫用起诉啦，啊，敢若真正有1件判，敢1件尔啦。啊，而且迄刑度拢真少咧。迄本来就是较仓促的立法啦，这种的，它就无效啊。